就来看美国甲台湾达成协议，这个关税是落降到甲日本、韩国同款的15%，而且是无国他起的最惠国的税率。行政院长杜英泰甲代表台湾去谈判的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等人，再去是开记者会，甲全国人民说明谈判的成果甲细节。过去我们说台湾 can help， 我们期待未来是。台湾 US can lead。代表台湾带团去到美国谈判行政院副院长郑丽君和院长杜英泰召开正式的记者会，向台湾人说明谈判细节，同时强调扩大对美国的投资。两边为经贸关系升级将做 AI 强硬心理判势加分的作用，同时向外界对投资经验积极来开破互大家了解。2500亿加2500亿是分开的，不要再把它写成5000亿。这是绝对的错误。台湾不少是由企业家己投资美国2500亿美金，政府信用担保2500亿美金。谈判团队说明讲详细，不过除了数字资讯，为美国宣布对顶关税以来，团队去到美国找谈判，这一路行过来是真无简单。在咧记者会嘛讲到感动的代志。那刚刚我讲到 OTN 了，我就想到我的同仁日夜陪伴我。真的是日夜。行政院政委杨定年当时嘛是经贸谈判办公室总谈判代表，为回国就伫咧机场叫翕到目屎甘目钱。伫咧进行召开记者会时，嘛是讲甲脑梗啊甜。毕竟这是一场有关台湾百工百业和人民生计的重要谈判。很乐意看到这个结果，这个讯息一出来。这都是非常的振奋人心，很多的不只有美国，其他的地区的订单，其实的询问度已经非常的高了。台湾为本正24%降到15%无叠加，互销到美国的产业欢喜甲飞上天。谈判团队补充，新签署投资 MOU， 预计过几礼拜会阁签署台美对顶贸易协议。这两份协议拢签完，就行到上尾一个坎站，包括美国汽车、机械食品、美国猪和美国牛等等。相关细节上紧伫咧几礼拜内底敲好势，欢喜嘛继续呼吁各会支持。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